過去呢幾日咧，陸續有一啲嘅罹難者消息公佈啦。咁呢啲嘅罹難者可能身邊嘅朋友啦、同學啦，可能陸續都收到呢啲嘅消息。有一啲嘅機構啦或者學校啦，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佢哋應該點樣去公佈呢？今日咧，我哋邀請到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趙思雅女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個題目。趙女士啊，其實可能咧一啲嘅罹難者咧，身邊係有多唔同嘅角色啦，有啲同學啦、同事啦，其實啲機構咧，佢哋收到呢啲消息，點樣去發放？其實咧喺最近呢段時間咧，即係一路陸續有唔同嘅壞消息啦。咁不論係機構或者學校要去公佈呢個壞消息嘅時候，其實都要格外小心嘅。咁首先咧，我會建議咧必須要尊重翻罹難者家屬嘅意願，因為有啲時候咧，可能佢哋嘅家屬係唔想將呢個消息公告，又或者想將呢個消息係限制性咁樣公告。咁所以當機構或者學校咧去公告呢個消息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咧，即係一啲嘅罹難者嘅資料，特別係一啲姓名啊、個人資料啊、相片，又或者佢喺機構同埋喺學校佢擔任嘅一啲職位同埋年級咧，我哋都要特別小心，因為咧有時候呢啲消息咧廣傳咗開去咧，可能有一啲唔認識罹難者嘅人都會知道，咁就非常之影響家屬嘅私隱。亦都可能有啲過分嘅關心咧，會令到家屬感到有壓力嘅。咁所以咧，喺機構去公告呢啲消息嘅時候，必須要得到家屬嘅意願同埋同意。第二咧，就係喺公告呢啲消息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要顧及咧其他嘅同事咯、同學咧嗰個嘅感受，亦都要關注到佢哋嘅心理狀況係咪已經係適合去接受呢一個壞消息。如果唔肯定的話咧，其實都會建議咧。喺公告呢個壞消息嘅期間，係提供足夠嘅心理支援，不論咧係透過一啲嘅心理解説會啦，又或者係心理支援嘅熱線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輔導嘅服務，去提供一啲嘅支援同埋協助，俾一啲可能收到壞消息之後情緒容易激動，又或者係不穩定嘅一啲同事同同學去接受到呢一個嘅心理嘅支援，等佢哋可以過渡到呢個哀傷嘅。咁作為呢啲嘅機構或者係學校啦，佢哋咧可以點樣俾到多啲嘅支援俾呢啲嘅朋友咧？其實咧機構同學校咧都係可以咧做一啲嘅調研嘅活動咧，去俾到佢哋嘅同事同埋同學去表達佢哋嘅哀傷。咁好多時咧，我哋會用一啲叫調研博或者追思會嘅形式去進行。咁通常就透過一啲嘅調研冊，又或者係心意卡，又或者獻花，又或者接一啲紙盒，去俾咧想去表達哀愁嘅同事啊、同學啊，去將佢哋嘅哀傷化為一啲祝福嘅語句，然後將呢啲嘅收集咗翻嚟嘅祝福咧，送翻俾罹難者嘅家屬嘅。咁當然啦，呢個哀愁並唔係話透過調研服務咧，就已經係完全能夠過渡嘅，可能都需要一段嘅時間。咁所以機構同學校可能喺呢段時間都要多留意咧，罹難者佢身邊嘅同事、同學仔或者師生咧，佢哋嘅一啲感受同情緒反應，適時咧提供支援嘅。咁呢啲嘅同學啦或者同事啦，佢好想好好咁悼念佢嘅呢啲嘅罹難者啦，咁佢哋有冇啲乜嘢嘅途徑或者有啲咩方式咧係會比較適切㗎？其實咧呢個都係要尊重翻咧家屬嘅意願，因為有啲時候咧家屬咧都未必好想太多即係非親屬嘅人去參與呢一個嘅追悼或者係喪禮嘅。咁所以咧，如果透過喺公司啊或者係學校咧舉辦嘅弔唁活動，其實都可能已經足夠。但係如果比較親近啲嘅同事又或者師生，其實咧都可以即係徵求咗家屬嘅意願，睇下可唔可以去協助，又或者參與呢個嘅喪禮。喺一個過度哀傷嘅期間，其實家屬嘅意願係非常之重要。我哋咧其實能夠喺身邊去尊重佢哋，咁已經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支援嚟㗎啦。其實哀傷咧真係需要一段好漫長嘅時間，希望我哋可以慢慢度過。